分享收聽粗心客家，我係阿念。下一集來整理本禮拜國內外客家相關新聞。下禮拜嘅關鍵詞，我會標第3則方向：語言權利、地方文化，還有客家方向國際。先講語言。第3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6月13日在台南舉行，主題係共創語言平權嘅多元社會。也唔係口號，因為語言平權要看制度樣板做，沒有看日常有真正用冇。客委會作為古收會的會眾提醒，客家人口雖然增加，不過10年間客語使用率跌破40%，也計劃當重要，因為人限制語言卻可能慢慢推到生活老輩。佢咪提到王仁勳到台灣鼓勵學生嘅講母語也件事，本佢知道政分，嘛有複雜嘅情緒。其他客語嘅會議，做得邀請王仁勳跨界演說，本推動國家語言嘅人加添信心。我支持安樣嘅期待。科技名人也願意公開講母語嘅重要，為本後生嘅看到語言唔係廢口，咩唔係值得比賽老典禮出現。佢做得入到 AI 科技老未來深入度，不過唔係愛誠實講，但靠名人一句話唔拉。合法愛法就要有教育、新聞媒體、公共服務、職場、老數位公企共下撐起來，做唔得老責任全部獲盡家庭。聽一則新聞，客委會保養推動客語為通客語自由單位，不過因為財閥壓位。因為財閥法嘅影響，相關獎金老補助大幅減少。新聞講到，只有演示獎金從500萬降到300萬，總獎金也從6610萬降到3120萬。地方政府推客語，要用人力，沒需要預算。也中央老地方財政重新分配後，客語政策變到本人壓縮嘅項目，受影響嘅唔係單一法通。係客莊長年積累嘅語言能量。古收會講，語言復振唔係社會福利，唔係服務業，而係平權運動。我同意，因為客語唔係拿來裝飾法通補條嘅，佢係人民喺公共生活裡使用自家語言嘅權利。故所我會問一句，地方政府有本政府支持嗎？那有？就應該讓客語放進行政、長照、診療學校老社區。那麼再多表語都是表面文章。第3則新聞，國立台灣戲劇學院畢業典禮，邀請新竹縣客家武術武師發展協會演出，本客家師卓上畢業舞台，也係當有意思嘅文化畫面。客家師有風口獅頭、武術鋪法，老客家種儀式感，也擺用水師臨門，送畢業生從禮堂行到校門，象徵學生嘅帶定建議老祝福，行向新嘅人生道路。我知道一隻新聞後，因為佢唔係老傳統標的展開度，而係本傳統入到後生人嘅人生節點。畢業典禮本來就係一種傳承，客家師拄好老祝福、身體訓練、老文化記憶傳承下，文化傳承、情感長存表演，最需要嘅係有人愛練、有人愛看，未有人愛牢記用啲新嘅創法。客家實踐教演就係一種法嘅傳承。第4則新聞看美濃，美濃種出來嘅高雄一時親密，下禮拜進軍北台灣，老板橋農會合作推廣。新聞講，美濃有573鋼鐵人，3400塊田契投入一隻品牌，高雄一時期有次演舞頭香，曾經得到國際風靡，評鑑3星，未外銷到南非。新一頭還是賣到團貨，也沒只有賣米，也係老地方風土變成為本市場理解的品牌。高雄羅文義也為一隻米下新歌，用音樂、老米香、土地、老客家生活連起來。農業那將有產量，
後生人可能無感。農業也有故事，有設計，有文化，就可能變做新嘅地方產業。我知道一件事情重要，因為學總唔能單搶本人想象做快口嘅位數。學總要做得有品牌，有通路，有國際市場，本農民嘅艱苦本人看到，也本後生人看到真家鄉，唔係退路。聽這新聞，苗栗3205國小路993整建工廠，得到2026建築業以將公共建築景觀率肯定，記錄9三線鐵路、把在促文化、老客家起落特色，並進高研設計度。也這新聞真的注意，因為學校唔係搶有教室，教啥也會老師人嚟講，記得帶個位數有乜個歷史，有乜個族群，有乜個山水老記憶。05國小附近有火焰山、無田、9三線鐵路，也有把在促文化據點。當建築老爺的元素轉化成新人的當日未經過的空間，地方知識就唔單搶係課本內容，而係生活經驗來支持一種設計。因為族群偏見唔單止的語言課，也的空間度。新人的那年的教研看見自家的土地故事，就可以有機會了解自家從哪裡來。最尾一直係國外交流，高雄客家兒童合唱團赴日本交流，第一站到東京中華學校，唱客語歌曲，也帶去客家方口詩，老當地舞獅團隊交流。新年的唱嚟茶當山的風，老師們感謝唔按字寫，也用中文老日文唱日本歌，風情亭。一種交流已寶貴，因為佢唔係只有出國表演，你係本客語的跨文化創活本人聽到，客語也唱可能學總當然重要，唔過客語也做得行到東京，本無教養背景的新人的聽到鼻音，強下學習嘅佢就有較發嘅生命力。我咪注意到方口詩的交流度攀岩橋梁，新人的可能一開始唔是彼此的語言，唔過節奏、身體、鼓聲和笑容，做得先大概理解。故所以禮拜新聞看下來，我嘅結論當清楚，客家唔只有保存，客家也真的兒童。佢哋非議度談權利，啲地方談預算，啲教研講文化，啲面向度談產業，啲日本談交流。唔過兒童唔係自然發生嘅，各條新聞背後都有人投入時間、金錢、志圖和感情。冇一條支撐，文化當容易就存講嘅口號，客家人唔驚做事，最驚冇人負責。語言也要發，政府要負責，學校要負責，媒體要負責，而且家也要負責。本禮拜嘅國內外客家新聞報道就整理到呀。分享大家訂閱初心客家 Podcast， 每分享老也一些分享本關心客家語言偏見老地方文化嘅朋友。我係阿年妹，下禮拜節目再見。